Hello，又到咗禮拜日早餐排隊嘅時間又同大家見面啦。冇錯，咁啊，聽日實力跑9場嘅啫，嗰兩場根本馬會一定係蝕本㗎啦，係咪先？冇人投注，就得個觀賞。我哋嗰兩場都可能播多啲廣告，所以休息時間多啲好過。所以佢由琴日加開咗4場嘅亞聯酋賽事，加今日6場嘅紐西蘭賽事咯。包唔包紐西蘭賽事？喂，照我哋嘅排隊馬 tips 幾好啊！今日起碼頭場即係學阿棟哥嗰幾個字啦，一條柴就夠煲飯。哦，即係第一場中咗12,000蚊嘅三重彩㗎，咁就三重彩喎，講緊我哋俾5隻㗎啫喎嗰場，咁就。咁有啲 fans 都中咗㗎，一膽拖4腳就10蚊買就10蚊注就360買，咁啊結果就順利就收錢啦。咁啊較後嗰啲場次其實都有 Q， 有三重彩，有幾條 Pay Q 嘅。不過全世界馬場都係有冷有熱㗎啦，就即係希望轉播賽事。即係熱門就勝出率高過冷門咧，就變咗買嗰啲朋友咧就中嘅機會率就高啲啦。尋晚我哋都威㗎，棟哥頭場隻2係大熱門嚟㗎嘛1點幾，咁啊結果我哋都話布宜諾嗰隻係多人，即係隻4啊，講緊隻4號係多人排過隻2號。不過琴日個討論區我就好少，因為嗰啲外地賽事我唔到嘅，除非係英國啊嗰啲嘅。因為其實有啲老友關照我，其實我琴日冇睇就睇上網咧，嗰日第一場6隻馬跑啊，6隻咋係啊，根本就係接4隻。竟然冇4號啊！冇4號啊！我都笑咗啊！咁嗰場嘅排隊4號嘅情況點咧？最多噶嘛，最多咁2、4係最多，但係我已經喺後面括住4多人排過啫。喂，但係官方台都係3個專家嚟嘅喎，即係而家唔係專家係專家，即係唔係即係我哋唔係。有時我哋貼馬咧，有時我哋譬如響某報紙寫馬經，一日貼3隻4隻咧，可能冇一隻標唔出奇。但係即係佢第一場你貼4隻馬出馬數目6隻咧。邊都唔邊下就有點哪個？你既然排隊黨布宜諾嗰隻係一面倒多人排隊，即係肯定係實力係高一皮嘅。咁點解4個人？唔係點解3個人添啊？因為即係呢個4號冇我有睇嘅，琴晚臨場分析講嘅2咧係之前係好輕鬆彈甩隻4贏過嘅，即係對壘過嘅。但係我就始終講過馬計嗰個表現咧，場計嘅，場計嘅。咁啊，布宜諾嘅嗰隻轉彎都係撳住嘅啫，即係。你買 pay 即係雖然得2個名次咁，但係買咗 pay 就真係好穩陣㗎啦。即係我唔係挖苦係咪先？即係呢啲情況我哋經常都出現係咪先？你嗰啲馬到嘢啦。咁呢個人跑有一次又唔知11場賽，知11隻馬咧冇一隻 win 嘅都係咁。即係但係就好奇怪啦。即係其實我奉勸大家啦，不論本地賽事、轉播賽事，聽下排隊檔啦。應該係得益不少嘅，冇限量多。琴晚都有 fans 問啊，即係喺 WhatsApp 問嘅，阿棟哥有冇睇狀態啊？即係咁我話冇啊，我都唔到嘅，瞓緊覺啊都。9個睇都唔到。我話6隻馬，阿棟哥又冇乜意外去睇㗎啦。咁另外尾場又搞嘢咯，大熱門嘅隻12蚊，個 pay 有13蚊喎，6隻喎，12蚊 win。佢兩個派彩啊嘛，因為13蚊 pay 喎。佢兩個派彩。跟住阿謝飛咪揼心口咯，因為琴日嗰隻尾場嗰隻大熱門1點幾咧2粒星嘅。我打咗2粒星嘅，即係唔係我你知係謝飛㗎啦，一叫2粒星就6隻馬，流曬口水。即係4隻馬，其中一隻冇 win 嗰啲奇怪，再加咗頭都問你，原來布宜諾贏嗰隻咧好多人排隊嘅，我真係。係啊，最多㗎。即係我唔知佢哋點計數咧，所謂。即係你其實你做得呢個官方台都係專家嚟㗎嘛，我唔知琴日邊幾位做啊，我又唔識佢哋係咪先？咁啊，唔講咁多啦，聽日即係有2場大賽，大家都知㗎啦。都係嗰啲馬王大戰馬王啊！咁另外第6場就一枝獨秀啦，短途世一咁就佢就做唔到世界馬王啦，咁就因為格倫島就做咗嘅，佢就並列喺個第2嘅嘉應高升就會留晒喺第6場啦，跑呢個8週年紀念短途杯嘅，咁啊講啦，聽日啦11場賽事，頭場開跑時間係12點半㗎，12點半㗎，咁啊全部11場嘅賽事都係草地㗎啦。咁啊，草地掛牌暫時係好地嘅，咁就草地係用 A+3欄嘅。停賽騎師就鍾易禮嘅，本身復出但係再罰啦，咁啊所以變咗又即係再停賽啦。咁啊頭先都講啦，第6場、第8場咧都係1級賽事嚟嘅。第6場啦，8週年短途紀念短途杯啦，另外第8場咧1600米嘅董事杯啦。另外大家留意下啲大彩池啦，咁啊啲大彩池方面咁就係咁啊大家都睇到熒光幕啦，咁就呢度見到啦。第8場同埋第6場啦，
個4重彩4連玩咧係有200萬嘅多寶嘅，3T 亦都有400萬嘅多寶啦。估計10蚊一注獨得咧，獎金就會超過1000萬嘅。另外第4口 Marty 啦，50萬多寶，咁啊10蚊一注獨得就會有400萬嘅。咁啊中意玩大彩池嘅朋友記得留意翻呢幾場嘅賽事啦。咁又唔阻大家咁耐啦，咁啊我頭先開個序幕都講好多嘢啦。先講第一場嘅早餐。我哋有養分㗎嗰啲嘢。咩啊？我哋有養分，即係我哋唔係挖苦佢，即係講出。即係叫大家多啲咧排隊檔啦，排隊碼應該係幫到大家嘅。好啦，第一場呢條4百1000米短途多人排隊咧，暫時啊要個飛來閃耀，4號嘅宜昌光輝，就8號呢個手機標勁啊，同埋11號呢個烈焰光芒啊，多人排隊嗰一對馬咧就200要個飛來閃耀同埋8號嘅手機標勁啊！嗱，手機標勁咧今日吹得好緊要啊，但係到底係錯出？尋日都已經吹得好犀利㗎啦，話呢隻手機話密度扭絕嘅，有一隻初出馬好勁就係呢隻㗎啦，咁啊大家留意啦。睇落去就 O K 嘅，咁啊始終跑1000 11檔點都好過初跑1200咯，真係即係你始終係即係初出馬啊嘛，同埋即係大家都知啦，1000米嘅馬咧。惡耶就唔係咁多，但係呢場都有啲惡耶喺度㗎，講緊隻2啊、11啊等等啦。咁啊講翻啲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咁啊飛來閃耀咁就用到潘頓啦，6檔都好跑嘅，55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啦，咁就本身啲手錶係咧都係佢有份跑嘅，咁啊另外較後嘅場次都有一隻係佢跑啦，跟住4號啦宜昌光輝啦，棟哥曾經外區咧11倍嘅，8號啊手機標勁啊，佢嘅獨贏位置都係大熱門㗎啦，都好重飛下㗎啦，21蚊嘅獨贏大位置得16蚊嘅啫，咁啊位置就比較懶少少啊，再跟住11號烈焰光芒啦13倍嘅獨贏31蚊嘅位置嘅，咁啊大熱門就落咗喺8號手機標勁身上㗎啦，今場3大熱門馬雙數棟哥248。243隻馬咧就要飛來閃耀，上次冇人排嘅，8號第一次出嚟梗係冇人排啦。另外嗰隻4號嘅宜昌光輝咧，次次有人排。嗱呢隻馬係兩極化嘅神道，係神操同埋神操試閘咧就即係嘭嘭聲，正式跑嗰陣時咧就直路咧就嘭嘭聲墮退嘅，唔知真係咩問題。所以最後驗到係冇嘢喎。所以佢而家咪再縮程咯，跑1000一啖氣，睇下可唔可以搞掂翻。最近呢隻馬咧，阿蔡明照接手先係試一個試一次個閘咧，都係極力留前鬥喎，末段衝上嚟幾勁嘅。係。咁啊睇嚟今次佢跑1000咧，可能沿用翻即係最近試閘，即係呢個策騎方法嚟跑啊。咁啊睇下是否有經驗啦。不過計馬嚟講咧，飛來閃耀咧4班好着數嘅。其實呢個馬今次6檔仲冇跑，因為呢個馬跑後上嘅。係啊。嗰幾個大粒馬檔位咧受困啊。同埋呢隻馬咧，大家知啦，跑10場賽事10場都係1000，但係呢隻馬好奇怪，唔識轉彎嘅喎，所以快活谷嗰兩場1000就唔掂。大家洗咗。沙田嗰8場1000咧跑4個位置嘅，咁啊落3班好着數嘅。呢隻馬我聽日好估計個排隊情況，可能咧喺現場都冇咁勁嘅。如果真係臨場排隊方面弱咗，個賠率咧折高呢隻馬抵玩。我認為呢隻馬第一場應該係在位忘形。咁啊第二場呢場咧4班1200米賽事，多人排隊就降翻呢個1號嘅運高八斗，10號嘅龍傲玲瓏，12號嘅海南寶同埋14號嘅順意啊，多人排隊嗰對馬12、14啊，海南寶同埋呢個順意啊。咁我睇睇現階段呢幾隻馬啲開飛賠率啦，咁啊1號運高八斗58蚊嘅獨贏27蚊嘅位置，再跟住10號馬龍傲玲瓏，咁我又睇你會唔會再收埋啦呢場60蚊嘅獨贏24蚊嘅位置，大冧把雙數一對啦，海南寶暫時係大熱門嘅，但係大熱門講緊有52蚊嘅獨贏21蚊嘅位置，14號馬順意啊，咁啊上場都叫做其實都係志不在此㗎啦，咁啊11倍嘅，今場3大熱門啊1、10、12運高八斗。龍傲玲瓏同埋12號海南寶嘅龍哥，試一試呢個順意啦。呢場賽事佢都會銀碼袋嘅，即係佢嘅心態係咁咧，一定個價錢。如果呢場賽事咧唔掂咧，就落班先諗計咯。咁啊計呢隻馬嘅嚴格獎賞係有進步嘅，有啲錢分 OK 嘅。上場嗰個大陸好輕描淡寫嘅啫，全程尾二直路，喂你前面嗰啲勇者為王啊、幸運奇兵嗰啲馬喺前面，咁佢都係。都好似都冇乜點拗過添，輕輕掃咗2、3邊咁就跑過第6啦，因為都知道大勢已去㗎啦，敗將早呈㗎啦，咁咪忍一忍咯。咁啊呢場即係講緊係哇好輕磅兼檔位好，咁就我諗呢場都有機會㗎。咁另外即係高就你嗰隻龍傲玲瓏高嘅。上次1400大家都睇到啦，檔位問題全程4搭翻嚟輸6個零馬位嘅啫，縮翻落嚟1200，咁又有咗場1400嗰啲氣量咧，縮翻落嚟1200點都係好跑啲㗎啦。呢場其實講緊細冧把嗰隻馬，亦都唔係話好高嗰啲馬嚟嘅啫。咁啊睇下聽日有冇人排隊啦。因為其實呢幾次咧，臨尾入閘前咧，啲排隊情況都幾弱下。嗱，而家條3大熱門1、10、12 3隻都冇人排嘅。1號嘅運高八斗，10號嘅龍傲玲瓏，
咁啊12號呢隻海南寶咧，3隻上次都冇人排隊，但係上次嚟講咧就海南寶啊跑入一直冷位置。咁啊第3場呢場2班2000米長途多人排隊咧就要嘅天象龍區4號嘅華里茲、5號嘅君子傳承同埋7號呢個愛心神區啊多人排隊咧對馬就4號嘅華里茲、5號嘅君子傳承。咁啊，講講現階段啲開飛賠率啦，咁啊睇下天象龍區，即係呢隻近期嘅話題馬啦，即係阿毛顯東上場都俾人插到暈㗎啦，特別俾連馬斯啦，即係都好唔滿意佢嘅發揮啊！咁當然亦都未去到咁嚴重嘅，我哋當日即係睇個沿途走位，事實上係早發力咗啲，咁但係又未至於即係喺坊間出面講到佢咁嚴重嘅東東，咁啊你始終都係香港本地薑啦。其實佢呢個發揮咧，我諗佢應該同連馬斯有共識過嘅。你始終你睇即係好簡單，毛顯東而家嗰個策騎生涯唔知去到邊，呢啲馬佢跑到咁熟，佢上一場快活谷嗰場長途咁樣發揮咧，應該事前咧佢本身都計過數嘅，因為騎得好熟噶嘛，滾瓜爛熟噶嘛。係啊。咁我唔相信上一場中段變奏，即係呢個發揮咧，佢冇同馬主同埋呢個連馬斯共識。如果冇同馬主共識，馬主呢場都唔會俾佢跑咧，就咁簡單啫嘛。咪即係佢靠呢個馬跑得好熟噶嘛。最慘翻嚟可以捱到個位置，頂到個位置，輸又輸得唔遠，變咗啲人咪會鬧佢咯。喂，你咁早發力，你遲啲發力咪可以捱到咯。唔能夠一定係咁樣嘅，一定係咁樣㗎。唔能夠講如果千二跑咗30米贏，冇得如果嘅。你就成日講如果啦，棟哥，你有咩話啦？我相信即係大家都計下數。天象龍區而家目前去到佢係頂角高位最高分嘅，平均85分嘅係咪先？兼重磅啦，而家啲兩場大家都知都咩，即係呢兩場即係尤其是今場啦，咩個磅。咁呢場計嘅形勢就好有利嘅，因為佢跑呢個路程咧跑5次兩邊兩批，一個第4嘅。都幾多提下敗將喺呢啲長度同佢對壘。但係我中意咧，我話俾各位聽，阿家啲仔嗰日話你知嘅狀態翻嚟。我都中意㗎，真情有好壞啊！我都中意㗎。係有啲錢分嘅。當然大家即係都要俾翻啲掌聲天象龍區啲馬主嘅，仍然用毛顯東啊，係咪先？即係有情有義㗎啦。咁啊講翻啲4隻馬嗰啲開飛賠率啦，咁啊天象龍區自然都係大熱㗎啦，26蚊嘅獨贏14蚊嘅位置，今季都搏咗好多㗎啦。我相信即係搏埋呢場，即係如果贏埋嘅話咧，應該要唔係輸即係唞一唞啦。咁啊話你知啦，91蚊嘅獨贏36蚊嘅位置，我等佢贏馬睇馬主跳舞啊，跟住5號君子傳承仍然有人排隊嘅，有人排隊好過冇人排隊㗎呢隻馬，大家留意啦。49蚊嘅獨贏15蚊嘅位置，再跟住7號啦，愛心神區啊10個開嘅，今場3大熱門馬棟哥256。256就25冇人排嘅上次，優才有人排，但係跑過第4嘅。咁啊，照計呢隻馬呢個路程都相當之好喎，跑一場頭馬就3場落地喎，因為都減好多。但係如果你話形勢呢場其實8型好威風個形勢幾好㗎，唔差㗎，即係有佢有個形勢喺度㗎。但係我中意啲狀態回勇呢句話你知。嗱第4場呢就4班1000米賽事，多人排隊就要個馬鳳凰，7號嘅小魔怪就。8號嘅新力嬌同埋9號嘅真王啊，多人排隊嗰對馬79，小魔怪同埋呢個真王。咁啊睇睇呢幾隻馬啲開飛賠率啦，2789嘅耀馬鳳凰65蚊嘅獨贏24蚊嘅位置翻嚟沙田跑睇下點啦。7號小魔怪啊，咁啊真情下抒情下又真情下，咁啊睇下點啦。63蚊嘅獨贏23蚊嘅位置，10檔都幾考安常人嘅功夫㗎。8號新力嬌啦，咁啊11倍啦，咁啊用到密度浪啦，睇下點啦。9號真王咁啊，亦都係我中意嘅馬啦，今日全日嘅心水之一啦。咁啊今場大熱門係講緊隻1喎，包裝名將喎，暫時早餐排隊嘛冇人排隊喎，熱都熱唔透喎，33蚊嘅獨贏18蚊嘅位置嘅，因為聽日包裝係嗰首馬都有啲馬喺度㗎，咁啊今場3大熱門馬棟哥127包裝名將馬鳳凰同埋小魔怪，咁咪3隻都冇人排喎，唔係因為呢隻包裝名將幾人排，馬鳳凰冇人排喎，上次跑過第48倍喎，7號一小魔怪都冇人排喎，但係小魔怪咧前次有人排嘅，係就大家考慮下。不過我哋係中意呢隻真王㗎啦，最近2場賽事咧北京同東面。咁啊，上次咧更加咧就俾呢個董事話佢咧，喂唔該你力撐到底啊，大哥！大家如果睇片，你睇下對面呢個嗌到啦，有呢個1000嗰段路，睇下點樣約束住隻馬跑成點啊，跳下跳下咁啊！呢個馬一定有能力啦，我中意真王啊！係真王我都係啦，全日心水咁啊！你交咗呢隻俾我㗎啦，咁啊大家都知㗎啦。好啦，去到第5場啦，第5場4分千4分賽事，多人排隊就要嘅人人有餘。3號嘅威武年代，5號嘅都靈冠飛同埋7號嘅元好運啊！多人排隊一對馬咧就5號嘅都靈冠星同埋7號嘅元好運。
咁啊，睇下啲幾隻馬啊，2號人人有餘12倍，3號威武年代咁啊上場都贏翻馬啦，5萬蚊嘅獨贏15蚊嘅位置，今場亦都可以好似上場咁啦，即係可以放到出嚟嘅自己咁啊，5號啦都靈冠星啦，咁啊兩次跑個位置都幾好嘅，即係個後勁都幾好嘅，咁啊睇下14檔咁啊都係全程縮喺後面㗎啦，睇下聽日利唔利外搭冚啦，咁啊因為大家都知啦。近期沙田啲賽事上面咧，外欄係好過內欄嘅，咁啊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7號咧，天好元好運啦，大熱門嘅獨贏嘅45蚊嘅，第二位置就落咗喺3號威武年代身上嘅。今場3大熱門馬喎，睇先，唔係127啊 ，sorry 啊，357啊，唔好意思，357嘅同哥。357就3號呢個威武年代上次有人排喎，越賣越熱個。係5號都靈冠星咧就中段有人排，下半段咧下半場完全冇人排嘅，但係都跑過第二。你個元好運就冇人排嘅，由頭到尾都冇人排。咁啊，其實近2場都冇咩人排。佢嗰場唔知係咪驚咗嗰隻阿羅富全打搭贏2場嗰隻咩啊？睇下先，嗰隻相當好嘛，嗰隻極上沙龍。係啊，但係我就中意呢隻元好運。我會中意都靈冠星多啲咯，14檔煲文留後縮一段咯。即係最近2場跑位置都係真係極具呢個呢個吸引力啊！係啊，咁因為聽日 KC 即係配合嘉應高升啦，希望可以起個孖或者即係整個3寶都好啊。好啦，第6場呢場就咩百周年短途杯啦，一面倒多人排就梗係1號嘅嘉應高升啦，跟住2、3、4。咁啊，其實1號就打5粒星啦，2、3、4獨贏都冇人排嘅，即係睇呢場賽就1幾嘅啫。打5、6星好難打喎，同哥。打3粒啦。阿謝飛啲見到會流晒口水喎。10個01 V 10個01， 10個01飛啦。唉，貼呢啲馬都傻嘅真係。咁啊，1號啦，嘉應高升啦，1.0嘅獨贏，1.0嘅位置啦。咁又2號驕陽明區啦，咁又即係寄身如何新亮嗰種感覺㗎啦。咁啊，精英大師同好望角嗰種交流㗎啦。69倍嘅，跟住3號舉步新風53倍啦。咁個檔位仍然係幾好嘅。咁啊，睇下好唔好好似上次咁啦，咬住隻嘉應高升啦。咁啊，翻嚟就埋 Q 咯。另外4號啦，精算暴雪啦，77倍嘅。咁啊，上次後上都鏟入咗席嘅。咁啊，睇下呢場又可唔可以照板煮碗啦？即係如果唔咁大上頭嘅，呢啲馬都仲有機會嘅。咁1幾 Q 啊？1幾 Q 啊？唉，點知啫？1幾 Q，可能117都唔定啊！即係你其實幾隻馬都得嘅，係咪先？你好有心得，即係雖然95倍啫，即係又或者個氣勢開始弱翻落嚟啫，個馬主。但係佢啲維持到2次㗎，係咪先？咁啊，其實馬會應該開盤啦，呢場邊隻馬會獎金啊？包尾或者幾頭痛㗎？咁啊，今場3大熱門馬到嗰137啊！137，咁如果我介紹條單機，我仍然係中意精算暴雪14。咁你話上次有冇人排隊1就一定有㗎啦，3都有嘅。你介紹1幾咧？而家暫時我唔玩呢啲場次。唔玩場次，我介紹14單機。唔好玩我。好啦，第7場呢係4蚊千4米賽事，多人排隊咧就係3號嘅亨記，7號嘅有型人，就11號嘅雄才啊，10月嘅準風雲，多人排隊嘅對馬32啊，亨記同埋呢隻咧準風雲。咁又睇睇現階段開飛嘅賠率啦，咁就亨記大熱門嘅44蚊嘅獨贏22蚊嘅位置，睇下即係1400又點啦，即係雖然係跑過，但係就之前就麻麻地嘅。咁啊有型人啦，96蚊嘅獨贏32蚊嘅位置，另外11號馬雄才啊，11號馬雄才22倍嘅，12號馬準風雲90蚊嘅獨贏嘅，大熱獨贏位置落咗喺3號亨記身上嘅44蚊嘅獨贏22蚊嘅位置嘅。今場3大熱門馬，3號亨記啦，上場贏咗馬嘅深紅紅啦，同埋14號馬智旺財嘅同哥。3號亨記上次冇俾人排嘅，因為大外檔關係。咁啊至於呢個智旺財同埋仲有咗邊隻？3、4、14咯，同埋44號嘅深紅紅嘅咧，兩隻有人排，尤其係深紅紅上次贏埋馬添啊！其實呢場我幾中意檔位比較差嗰兩隻㗎，講緊係深紅紅同埋長風小子啊！即係長風小子上場其實已經係有好多人品提過啦，咁啊結果跑落去就麻麻地啦。呢場14檔啦，換翻個一定嘅賠率啦，咁就24倍嘅暫時開飛賠率，大家都唔可以抹殺咗佢真係。咁啊到第8場呢場一級賽1600米嘅董事杯啊！多人排隊咧，更加浪漫勇士，跟住就遨遊氣泡，就8號呢係足源128啊，陳龍。128啫。喂，嗰隻8號嘅足源今次用翻個潘頓平磅有冇得揼咧？如果有陽磅，我就買呢隻揸呢隻膽嘅。足源係巴道啊，同哥。巴道啦，唔係咯，巴道有冇得揼咧？我諗都
1600都應該唔到，過唔到2。你話如果1800，我覺得仲可能有機會。但1、2係梗係一隻瓜喎。因為你講緊平磅啊，龍哥。因為其實2號呢隻澳遊戲幫上次贏嗰場國際賽都說服力都唔係好夠。但係即係只不過嗰隻日本馬嗰隻李健夢想啊，係走快咗啊！但係你隻浪漫勇士其實說服力幾夠喎，講真係即係當然1600一定係嫌短啲㗎啦。即係如果你話捉完爆蝦嘅，都係蝦隻1短啲路程咯。我覺得8拖1、2，即係如果到第7場贏一錢啦，8拖1、2，另外就拖翻少少6，另外8號福色膽咧就拖1、2、6，咁啊搏咧。跑過咧就8、2、6，咁啊3紅最好分嘅。我唔理啦，我成日覺得隻5隨時會炒上嚟㗎。紅運帝王係啊，因為你講真隻5其實而家得14倍嘅龍哥，即係啲賠率其實係唔呢一把鬆鬆地都係讓佢曾經係贏過呢隻內起包喎。簡單㗎，講緊而家14倍，因為講緊浪漫勇士咧1.7嘅獨贏1.0嘅位置，澳遊氣包43蚊嘅獨贏22蚊嘅位置，講埋爆竹丸啦63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嘅。咁啊1、200 3隻馬上場都一定係多人排隊㗎啦。呢場都係參考。即係都係睇馬啫，玩就冇得玩㗎啦。咁啊第9場呢場邊3隻多人排啊？1、200咯，1、200最多人排，3隻都有人排㗎啦，棟哥。咁啊上次3隻有人排嘅。咁啊第9場呢場2班1200米賽事多人排隊就1號呢隻笑傲江湖，3號嘅愛馬仕，7號嘅真心傳奇，8號嘅得道猴王，多人排隊嗰隻馬17啊。笑傲江湖同埋呢隻7號嘅真心傳奇。咁啊講緊現階段啲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咁啊1號笑傲江湖。獨贏就唔係第2嘅位置，得1點而佢第2嘅44蚊嘅獨贏嘅3號愛馬仕啦14倍嘅，另外7號真心傳奇啊89蚊嘅獨贏36蚊嘅位置包得到猴王69蚊嘅獨贏30蚊嘅位置大熱門嗰隻標誌星河今場暫時早餐未有人排隊啊33蚊嘅獨贏18蚊嘅位置輸咗場跑第4啫，即係都變咗，即係當然雖然係大熱門，但係都。唔係話幾熱得透咯，我諗住呢啲馬應該20零蚊噶嘛，咁分到好浪㗎啦，陣龍分到好浪。咁啊，今場3大耀5馬同講148，1號笑傲江湖，4號標誌星河同埋8號得到猴王。咁啊3隻馬嚟講咧，就1號笑傲江湖上次就冇人排嘅，上半場有人排，下半場冇人排。咁啊4號呢隻標誌星河好多人排，另外8號嘅得到猴王呢隻係好多人排。咁啊上一場賽事咧幾人啱跑咧就跑過第4，今次再由佢跑咧應該會發揮得會好少少，但係我中意嗰隻7號嘅真心傳奇，呢馬搏咗喺度嘅。呢個馬即係今季咧，呢個真心傳奇咧神龍，次次冇人排隊嘅，次次冇人排嘅。睇下今次有冇人排啊？如果冇人排咧，我都開始公會式嘅啦，公會式嘅啦。你話7號呢個真心傳奇。咁啊，大家睇埋隻10啦。如果聽日係利後上嘅，即係巴道都有啲馬喺度㗎，10檔都係留咗喺後面㗎啦，直路同你爆一段。而個後勁其實唔弱得過同場其他嘅對手㗎，即係隻10進步騰飛啦。即係始終其實大家都知啦，草地起家嘅近啲1、2次先至過咗去泥地跑嘅啫，係啦。好啦，第10場呢人3班千二米短途就多人排隊咧，就降翻啲1號嘅米奇啊。咁啊睇下昌哥咧，是否又俾佢搞一劑啦？俾佢搞一7劑㗎啦。咁啊跟住咧就3號呢個扶搖世勁，就8號呢隻開心孖寶，同埋13號呢隻狼來了啊！多人排隊嗰對馬33啊！扶搖世勁同埋狼來了，喂兩隻嘅檔位都好曳喎。扶搖世勁係14檔，狼來了係13檔。咁你話因應檔位，上次扶搖世勁夠係差啦，咁啊結果大家都知佢70幾蚊到30幾蚊開跑啊，都人70幾蚊，10幾倍啊！11倍好似啊，10幾倍啊，仲有得30幾蚊啊！喂，點解啲唔早跑草地咧？一嚟到贏泥地，全攻泥地。咁啊，棟哥，即係佢贏咗泥地，學你話齋，啲練馬師唔會捨易取難噶嘛。即係因為泥地執到寶。咁你等於領創獨力，雖然啱啱都斷咗啫，咁佢都叫去咗泥地就贏2場啦。咁啊。贏完2場咁啊，繼續報跑泥地係好明確嘅選擇，好鮮明啊！呢個好鮮明嘅呢個選擇。咁啊，扶搖世勁大家都知㗎啦，上10幾倍就打到落去30幾蚊嘅啫。暫時而家51蚊嘅獨贏，佢唔係第2嘅獨贏個位置，佢第2啦20蚊啦。4號開心指數1號米奇啊，咁啊降班兼縮程啦，咁啊73蚊嘅獨贏28蚊嘅位置，再跟住爆馬開心孖寶啊16倍，另外13號馬狼來了啊，咁啊田呢隻馬大家都要留意。即係我覺得聽日排隊檔咧，預計咧有好多馬咧，即係。佢哋會覺得咧，聽日嘅場地咧會比較離外面近啊，因為都幾多外檔嘅後上馬咧，都幾多人排隊嘅暫時。狼來了現階段咧係得11倍嘅啫。今場3大熱門馬134、米奇、扶搖世勁、開心指數3隻而家現階段嘅大熱門馬咧，米奇次次冇人排嘅。3號扶搖世勁啊，上次排到癲啦，11倍到30幾蚊開跑。另外4號開心指數咧，上次初出都有啲人排，有啲人排。但係我呢場賽事我就
都係幾中意嗰隻扶搖西勁嘅，呢個馬都厲害，14檔都唔驚。嚇！咁啊，到第11場31600賽事，多人排隊咧就係要佢一定起嘅，就出到呢個開心勇區，一定超，一定超。出到開心勇區，11號包裝戰士同埋12嘅的確好勁啊！咁啊，多人排隊一對馬就11、12啊，包裝戰士同埋呢個確好勁啊！咁啊，睇睇現階段啲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一定超。咁啊，上次就跑得麻麻地啦，咁就54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嘅，咁啊用翻密度朗，咁啊3檔可以 set 前少少啦，兼有 cover 啦。咁就睇下點啦，跟住7號啦，開心勇區啦，咁啊轉咗嚟馬房之後，一 win 一個第2噶啦，咁啊仍然向沙田16米進軍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贏多場啦，咁啊上個禮拜嗰隻靈里標區贏到都冇得跑嘅，呢隻開心勇區睇下又點啦，11倍嘅獨贏，36蚊嘅位置，再跟住大冧巴一隊啦，11號包裝戰士，棟哥都幾中意嘅11倍，另外12號確好勁咁啊，大飛嘅心水嚟㗎啦，10個開嘅，大熱門獨贏位置落咗，反而落咗喺9號豐盛身上喎，咁啊其實呢隻馬都開始即係翻緊嚟㗎啦，52蚊嘅獨贏位置都好熱添啊，12蚊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個位置啦。今場3大熱門馬棟哥129喎，兩隻1喎，一起美麗一定超同埋9號豐盛。129咧就一起美麗啊冇人排，因為上次咧就呢個馬都算係咪9一復出啊？算睇下先，一起美麗唔係，又唔係9一復出，即係第2場上陣啦。咁啊要一定超咧，上次就有人排嘅，但係阿麥道朗嘅發揮咧，好似同前次贏馬好少少出入咁啊！咁啊，至於9號嘅豐盛咧，就上次冇人排嘅。不過我中意呢隻11號呢隻包裝戰士呢隻好嘢嚟嘅。一出就報1800，因為呢個馬咧就響嚟香港前咧就贏嗰場1900嘅，一出報1800咧都自視幾高啊！效果唔曳嘅，跑第4嘅提速都幾勁嘅。咁啊，今日速程應該到位嘅，5唔知。咁啊，睇佢今季中打後嘅馬匹咧都係冷好過熱，呢隻馬係喺呢場賽事裏邊咧，我認為有機會爆冷嘅一隻馬。嗱，呢個馬房我就好少沾手嘅。咁如果呢隻包裝戰士我買埋咧，5隻手指數埋咧，唔知有冇都係第3隻到嘅啫，因為我唔買呢個馬房呢馬。另外一起美麗啦，上次我都 tip 㗎啦，其實即係有少少預賽於操嗰種感覺啦。翻嚟跑咗第4定第5嘅啫。不過真係後期嘅賽，即係神佬嗰隻係快活谷好啲嘅喎，1800。咁佢有冇咁嘅印象？其實佢始終都係快活谷叫起家嘅，佢浪接浪嗰下佢都係打比之前都係一路主攻快活谷嘅，咁但係其實嗰條係爭翻跑打比㗎啦，咁啊結果都跑咗打比啦，咁啊都幾多人講啦，即係還咗心願啦，還咗心願啦，咁啊呢隻馬其實即係3班都係一定超㗎啦，我諗都係2班即係2班中。我唔明白點解唔俾阿麥文堅跑？上一場麥文堅跑得幾好。咁潘頓攞嚟騎，咁啊自然應該都係俾潘頓嘅，因為大家都知呢件賽衣同阿潘頓都息息相關㗎啦，咁就。麥文堅下個禮拜跑嗰隻同德威睇下點啦，係咪先？希望佢可以揸咧同德威。超2位又點睇啊？你個外區程？狀態唔夠。狀態唔夠。即係教呢隻嘅馬就第3場嗰隻話你知好啲4號。我中意11呢場，我睇呢隻馬呢場賽事都應該食至一定動嘅，因為上嘅初賽都11倍嘅。好啦，咁就11場馬都講完，其實都係叫講咗9場馬嘅啫，因為大家都知有2場即係都馬王嚟㗎啦，咁都唔需要講㗎啦，咁就9場嘅賽事都已經講晒啦，咁就又到咗我哋嘅排隊陰濕馬嘅時間啦，棟哥。嗱，排隊陰濕馬咧就3場4號呢日話你知，話3場4號呢日話你知。咁另外咧就仲有咩好似11場11啊。11場11，對唔住，11場11呢隻咧就包裝戰士，3場4號話你知，11場11包裝戰士。我自己中意咧就1場2號呢個飛來閃耀，7場3號亨奇。咁啊，我另外就執咗阿棟哥一隻啦。其實我自己都本身都有貼過嘅。咁啊，講緊係隻4場9啦，真王啦。其實我貼呢2隻馬咧，其實都係收埋咗好耐㗎啦。睇下幾時拎出嚟，即係喺個微波爐嗰度拎出嚟，咁就即食嘅啫。咁啊，另外2場10啦，龍傲玲瓏啦，我都一路。大家都可以話我嘅，咁啊一路追住呢隻馬添，其實馬唔差㗎呢隻馬，咁啊大家見到佢千二嗰幾場嗰啲後勁係幾勁，上場即係我成日都話啦，全程4搭，大家睇翻條片啦，好慘啊！即係當然贏未必贏嘅，大家睇下同組嘅對手啊，講緊係深紅呢啲4班叫做4班頂啊3班尾嘅，即係即係大家都可以見到係個標準分子啦。咁另外細水長流。1400嗰場，啱啱嗰場就跑第2啦。另外1加程1600都贏得幾輕鬆下㗎啦。咁就嗰組對手係唔差㗎，所以都唔排隊唔驚，因為細水長流你講2場冇人排嘅。冇錯，係。報文前呢場跑第2冇人排，上一場白文嬌幫呢隻馬開齋冇人排。所以大家可以 drop 低細水長流，即係大家可以喺個 notebook 嗰度 drop 低咯。細水長流唔排隊冇人驚。呢個馬厲害。
好厲害添，咁你見到阿蔡即係可以咁樣即刻咁樣加程嘅話，都知咩事啦。所以我比較中意龍奧凌羅啦。聽日預計咧都仍然都有6、7倍嘅，另外真王啦10零倍，咁又啱翻晒呢啲馬房啊同埋呢啲騎師嗰啲。我聽日如果突然間呢隻北極熊一瞓醒，我驚冇10倍添啊，5、6倍開爆。因為你一定有啦，坦白嘅兩場大家都睇到跑咩馬，現場我已經講話冇人排隊嘅，兩場個走勢都係唔錯嘅。坦白嘅，棟哥呢件賽衣如果佢要贏馬嘅話咧，佢買嗰啲注碼都幾大下噶，可以即係大家都認到。但係我睇呢場賽事咧，神嗱我估啊，估呢場即係睇佢嘅動態同埋今次轉翻沙田二檔，佢應該點都喐手嘅呢場，一定喐嘅呢場。因為其實你睇呢組馬，因為呢組馬唔係好強，好強㗎咋，你包咗名將咁。你馬鳳凰好簡單啊，陳龍點用佢10磅啊，大佬。因為你包咗名將，你始終係即係當然佢跑咗兩場1000啦，咁但係即係你真情未必好㗎。但上一場嗰場1000你幾令人失望？失望㗎，直路爆落去唔多㗎，係啊。即係最後200爆落去唔多，爆落去唔多㗎。風采人生呢啲都係叫做健康有個事嘅馬咯，所以你最啲流鼻血㗎。係啊，所以你講緊真旺，其實呢場其實即係波。新力嬌同埋小魔怪又係反覆到癲嘅。尤其是新力嬌啦，小魔怪始終都係外搭難跑嘅真係。魅力之福咧又好似又係嗰個健康方面有啲問題。所以其實呢場隻狗咧，其實即係你稱下，即係可能稱先翻上嚟㗎。但係旗好乞人憎啊！嗱，而家有飛落㗎，頭先14倍㗎，我哋做排隊馬嗰場嗰陣時，而家得10倍嘅啫。10倍。咁大家留意啦。好啦，咁就唔阻大家咁耐啦，咁就聽日就頭場開跑時間12點30分，同大家做直播，上播嘅時間係12點。騎師王練馬師王使咩報播啊？咦係喎，睇下先。而家5點半啦，咁報埋個騎師王練馬師王啦。因為禮拜3係應該廖康銘攞，結果係陰溝你翻轉。所以冇如果。仲聽咗阿邦奴害咗我整多1000，就嗰啲草凳，咁結果咧就吐去。邦奴唔使輸啊，邦奴都要輸㗎，係咪先？好啦，最熱潘頓㗎啦，1.33倍啦，咁麥道朗咁聽日過嚟客串咧1日啦，5.5倍嘅幾人安咁就其實近排密執㗎啦，咁就6.5倍嘅何濟堯已經講到係20倍㗎啦，8匹坐騎，咁聽日都冇乜騎師係 full booking 㗎啦。咁就田泰安啦40倍啦，巴道7匹坐騎啦，有祝願喺度啦45倍啦，布文6匹坐騎已經講緊65倍㗎啦，霍雲星7匹坐騎70倍，黃志雲85倍，另外楊明倫啊、艾兆禮、班德禮啊、蔡明少同埋其他騎師嘅選項已經係過百倍㗎啦，咁熱晒落去潘頓度㗎啦。又潘頓。係啊，練馬師王方面，潘頓禮拜3就知道瓜緊㗎啦。4倍啦。4倍，而家幾多倍啊？而家1.33。1.33話1.33又過分啲。咁佢執住兩隻澳遊氣泡同埋嘉應高升呢啲。咁或者兩隻跑第二得12分嘅，如果一場頭馬嘅。都有12分啊，同咁姚本輝咁10匹上隻馬3.75倍嘅回飛希斯喎，有嘉應高升呢啲馬喺度咧都回飛喎，3.75回到4倍嘅希斯有12匹上隻馬嘅。咁落飛威哥喎，龍奧凌羅咁就靠你啦。咁就8匹上隻馬3.75倍落飛㗎，落到3.35倍㗎。蔡雄9匹上隻馬11倍啦，尤大榮5匹上隻馬14倍回飛啦。咁文嘉倫8匹上隻馬13倍啦，方家柏7匹上隻馬13倍嘅，其實幾均勢下㗎。20倍樓下嘅講緊已經有7位練馬師㗎啦。另外100倍樓下嘅都有成6、7個㗎。伍彭志啦、告東尼啦、廖康永、蘇偉賢、黎超星、葉楚航同埋其他練馬師嘅選項都係100倍樓下嘅，反而賀賢啊4匹上隻馬100倍回到125倍。4匹梗係啦，係咪先？咁但係佢都有啲真王12分啫，咪全日贏呢隻真王12分。好啦，咁就唔阻大家咁耐啦。咁聽日仍然有阿棟哥啦，咁會拍住阿大飛啦。另外幕後仍然有我神同昌哥嘅12點正準時同大家見面。昌哥好似今日同嗰女北上好似啊？北上咯。咪同啲妹妹仔喎。可能喺上面揾妹妹。我有心無力係咪先？因為我冇回鄉證。你有心有力，不過冇回鄉證。冇回鄉證。好啦，所以應該早攞回鄉證咪，可能今日有啲筍嘢執啊咁咯。開台都開咗2年幾啦，都講咗2年幾。阿陳建明將嗰幾次，大家都喂仲未攞回鄉證啊，棟哥。大家都唔想再講呢樣嘢。咁又唔阻大家咁耐啦。咁喺呢度，我同阿棟哥同大家講聲，拜拜。